大家好，我係盧曉峰，我係新民黨嘅中委，亦擔任咗區議員一段時間。咁除咗服務公職之外咧，我本身亦有好多公司管理嘅工作啦。咁做咗一段時間，亦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工作嘅點滴啦，同埋我工作嘅情況，以及生活嘅一啲感想。咁今日咧係同大家嚟到我工作嘅地方啦，先開始睇一睇我喺公司嘅角色，同埋我喺東區嘅角色係有咩唔同呢？事不宜遲 ，Let's go！舊年係舉辦咗一個講座咧，係同埋科大合作。有一次我哋做探訪啦，就去到老人家屋企嗰度，佢啱啱係跌親嘅，就喺屋企入邊跌親嘅。咁入到屋企嘅，其實因為佢係一個獨居老人啦，咁所以佢成個屋企入邊嘅擺放啊，係比較多雜物啊咁嘅情況。咁我哋當時咧就揾咗人幫佢係即係同關愛隊一齊啦，就幫佢做一啲清理啊，同埋咧其實係幫佢做一啲即係有啲危險位啊，幫佢調整下。咁我覺得其實呢一個 case 咧係話俾我哋聽，其實好多香港好多嘅老人家庭咧入邊，我哋可以幫佢做到好多嘅，包括我哋而家成日講嘅樂齡科技啊、樂齡服務啊。咁其實依家內地喺樂齡方面咧係有好多嘅居家養老嘅服務。咁另外咧就會推廣一啲即係應用嘅比較簡易嘅一啲改裝，佢哋去做一啲即係志願者嘅服務啦，係幫一啲老人家咧係做好佢哋嘅居家嘅。阿華姐今日好開心同你傾下偈啦。係啊。咁我都落區落咗1年啦。即係係2024年嘅1月份我委任做區議員。咁我記得第一次落到區就認識你啦。係。咁嗰時候我都比較怕醜啲，我記得。今日咧其實係我都做咗1年啦。咁亦有機會即係想亦同你溝通下、交流下，睇下有咩你想我做得多啲啊，同埋覺得我做得點啊。呢1年裏邊，我認識咗你之後咧，喺呢個會裏邊你做得真係幾好嘅，對啲老人家咧係有一種好關心咯，同埋一個細路仔你都能夠係好錫佢，好幫啲細路仔去做係嘛，解決啲細路仔嘅問題，又搞啲旅行啊咁樣啦，帶動下啲街坊咧，個個對你個人咧都好中意。我更加希望你咧越做就越好啦，係咪啊？喺我哋個一男裏邊越做得好啦。咁華人工作裏邊咧，其實可以分成3個部分嘅。一個咧係我業務經營方面啦，咁第二方面咧係一啲管理工作啦，咁包括一啲專業管理嘅角色啦。咁第3方面咧，我亦承擔一啲係作為董事啦，去參與到其他公司嘅一啲咁嘅職責嘅。咁如果我嚟講，我最開心嘅同埋最中意嘅，應該係業務嘅前線同埋經營工作。作為一個 CEO 咧，我哋除咗要對企業嘅發展啦、盈利啦、經營方面去負責啦，其實包括好多專業嘅知識財務啊、法律啊，同埋日常嘅一啲專業管理工作啊，都需要自己喺過程中去學習啦，同埋係為咗解決問題啦而去學習嘅。咁更加重要嘅咧，就係我覺得喺經營過程中咧，無論係做咩產品啦、提供咩服務啦，最重要嘅都係人。當一個產品、一個服務能夠同消費者發生互動嘅時候，係通過我哋基層嘅員工啦、我哋嘅合作夥伴啦，同埋我哋嘅消費者啦，去真真正正將一個生意、一個服務可以做得好。咁所以當我參與一啲社會工作嘅時候咧，亦能夠可以幫到我哋香港嘅青年人同我哋一齊，可以有更加多嘅出路，有更加多嘅機會去參與全球化嘅市場。咁喺做區議員呢段時間咧，再結合埋我嘅做嘅經營、做嘅業務啦。咁其實回想翻自己嘅經歷咧，咁我覺得同個社區其實係拉近咗嘅。咁首先係老人家啦，因為我所在嘅柴灣、小西灣個片區，其實老年人口其實係比較多嘅，即係佔比係相當高嘅。咁同呢啲老人家嘅交流裏邊咧，其實你會好關心佢哋，同埋亦睇到老一輩香港人為香港付出。到佢年紀大嘅時候，其實佢哋好多人都唔願意去麻煩其他人，而有好多問題都係自己處理。咁喺呢個過程中，亦通過同佢哋交流啊，幫到佢哋喺健康上邊啊，同埋係陪伴啊。另外仲有一啲佢哋需要處理嘅問題啊，我哋都盡力去幫到佢哋。